拜上帝，恳求你信心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陪伴我的灵魂体来敬拜你。求你安静我的心，安静我的灵，多多向主耶稣基督。无论咱拄着什款的代志，无咱心思意念压杂烦恼重大，但是主，阮只是平静安稳阮心来听候主你。愿你的信心引带带领，我们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，得到安慰、扶持、透棒。也恳求你的灵运行伫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当专心来领受，互阮灵魂体拢得到精英，得到上帝扶持甲帮助。阮只是陪伴心来礼拜，愿你听阮的祈祷，帮助阮。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咱今日咱的手机啊吼，有关有静音还是关机吼，无咱的礼拜灵事啊，互咱会当袂受到搅扰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用悲悯心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俄罗上主，上主的奴仆啊，恁着俄罗，俄罗上主的名，愿上主的名受俄罗，对现在到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的名应该受俄罗。咱时时要三甲来吟诗，圣诗149。首耶美妙主耶稣，那请记录来吟全首。咱这时要下头来祈祷，亲爱阿爸爸上帝，阮正信的兄弟，伫主的圣日，用欢喜的心，较无灵来到圣殿，要来敬拜你。阮知阮是嘴唇无清气的人，搁踮伫嘴唇无清气的百姓中，亲像迷失的羊。阮过头挖过家己的能力，未记得主上帝，你才是阮能力的源头。自大骄傲，常常讲出批评论断的话语，得罪了人，嘛得罪了上帝你。应该做的好，无去做；无应该做的歹，偏偏去行。性情软弱，无力通行好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阮的罪，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
主啊，阮要来感谢俄罗你，你伫100多年前初摆加拿大的宣教师吴威廉牧师来到台湾，伫1913年开拓了牛埔庄讲义所，也就是即卖的双连教会。你也使用双连真侪信仰的前辈，一代搁一代来起建造了双连教会。伫1973年起造了双连教会现代化大楼，下落了双连教会宣教根基。同时，你也使用教会有经营运输的好管家，互教会大楼出租，也是有利能的营运，带来真丰盛的财富。你搁伫1993年感动了当时的中职团队，为着未来的台湾高龄化的社会做出贡献。第3支开设了双连安养中心，照顾了侪需要照顾的长辈。主啊！你阁感动一位住伫安养中心的长辈，奉献新庄一块土地，互阮伫新庄地区成立了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，爱运用福利加上福音的双福宣教策略，去宣扬主的福音。主啊，你透过四牧师伫双连宣教100周年的主日对阮讲，今年是2023年，也是双连设教的100年，接落来。就是咱的代志咯。主啊，阮愿意回应你的呼召，被车建到新庄地区去开拓新庄分堂，佮要将1楼改装做礼拜堂，伫今年献予上帝你。嘛感谢主，你带领阮伫迄个所在要来讲传福音，亲像圣经使徒行传26章18节对阮所讲的，要带侪人来认捌主，也恳求主你开因的目睭。互因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；离开撒旦的权势，归向上帝。互因对信主来得到赦罪，佮承受做上帝选民的地位。互咱无论伫分堂也本堂，共同领受上帝的召命，用咱有限的人生来写双连未来的历史。互咱的教会对准以宣教牧养为导向的意向。愿主使用咱的一生来荣光主伊的名。主啊，阮安尼祈祷也是无够呀。阮只是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来祈祷。接下咱来启应，启应文12篇，我来启会众来应。上帝是阮得险的所在甲溃力，所以地虽然变迁，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野涌。有一条河，伊会开车，互上帝城欢喜。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无摇动。异邦哗哗好。上帝出的声，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。来啊，来看耶和华的所做。伊互高见刷到伫地极，
站长枪，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耶和华甲我伫地，咱这时献歌队要用无12个就无冠冕这首诗歌来学了，带咱敬拜。感谢圣歌队用这水的诗歌带咱来学了上帝，愿一切荣耀归于主。咱这时要来领受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章13到23节。另外一个所在伫使徒行传第2章17到18节。马太福音第2章13到23节。圣将家离开了后，主的天使伫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，讲。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，逃走去埃及，带遐到我讲通离开的时。因为希律咧找即个细汉囡仔，要甲杀死。约瑟就起来，
带细汉囡仔甲伊老母透明离开去埃及，住伫遐到希律死。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：我有调我的囝出埃及。希律一个就知家己互先上家骗去，非常的生气，就找人将伯利恒以及所有的查甫囡仔，甲照对先上家详细查问时算起2个以下的，拢杀死。这个代志有应验主通过先知亚利米所讲的话。18节，伫拉玛有听到声，啼哭真悲伤，累结为着伊的囝咧哭，毋肯受安慰，因为因拢无去了。希律死了后，主的天使伫埃及、伫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，讲起来，带细汉囡仔，甲你老母倒返去以色列地，因为要害细汉囡仔的性命，遐个人已经死了。约瑟就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老母转去以色列地。约瑟听见阿基诺煞接伊老爸希律做犹太王，毋敢转去遐。后来伫民万中得到指示，就退去加利利境内，到一个城名叫做拿撒勒，住伫遐。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，伊要叫做拿撒勒人。第二处的圣经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17到18节。上帝讲：伫将末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，予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、查某囝要讲预言，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要做梦。搁伫遐个日，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，予我的奴仆甲奴婢，因要讲预言。今仔咱本堂所敬听的平道牧师，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异象、异梦甲异象、异梦甲异象。愿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，愿上帝祝听伊话，佮照咱去行的人。今年咱110周年3月5号伫双连安养中心有一个庆典。四牧师伫遐讲，过来就是咱的代志。我相信咱做伙来民梦，为着教会未来做一个梦，但是这个梦应该做一个属灵的梦。圣经有提醒咱每一个人，若无异象，人民就百姓就放肆放纵家己。所以，接下来咱应该照着上帝的话来去行，搁较侪讨论，可能限着家己的经验，也是讲限制，无得超越时间甲空间。咱无得超越时间空间，咱的有限的想象、智慧，甲上帝来比，是袂当比较。其实大到规个教会目标，细汉到伫咱个人属灵生命进步。咱会当对信心来领受，无论是兴建礼拜堂的方法，也是信徒人命，必须爱有共款的看见，对上帝来同心的领受。咱这时来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人民人的主，你是恩人讲话的上帝。愿上帝你信心引带带领。我们的双连教会，伫经历110周年了后，会当同心领受上帝来维护启示。恳求你恩愿出声，互阮领受到你无限的恩典，继续行上天的道路。主愿同心祈祷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今仔主题讲到异梦甲异象，我会讲较侪异梦。但是异梦甲异象，毋知大家有注意到圣经其实有50几位有记载异象甲异梦。对今年1月到3月，
那么读创世纪甲马太福音，对创世纪甲马太福音中间，其实有记载真侪异象甲异梦。毋知你读了后有，还是讲读了后就袂记啊？因为这甲我生活敢若无啥物关系呢？敢是安尼咧？毋知你有啥物疑问无？我咧想讲，为什么上帝让人出声，要透过异象甲异梦咧？对这现代基督徒的意义甲应用是啥物？其实讲到异象甲异梦，圣经有写以外，伫主前150年以前，初代教会领袖就将这梦当作上帝启示啊。比如讲，保利者，伊伫罗马要受台进前，伊就梦到家己殉教的过程。艾勒纽伊讲到，梦是伊甲上帝保持联系的方法。第3世纪，亚历山卓的格利勉，欧利根加这格利勉，两位现代基督徒的思想家嘛强调，梦会当显示上帝旨意。所以其实梦毋是只有一寡人才会当梦到上帝启示，真侪人嘛有即款的经验，尤其初代教会。到现代嘛是有真侪人有上帝来启示的异象甲异梦，但是为什么上帝要透过异梦甲异象让人讲话？头一项其实人太过忽略上帝提醒，上帝让人讲话，但是人根本就忽略，甚至无想要听。其实上帝要让人讲话。但是呢，人无留时间给上帝。你有灵修无？你有祈祷无？留一寡时间甲上帝建立关系无？若无，上帝只有主动用异象异梦让人讲话啊。人时常无因家己代志，忽略甲上帝关系，甚至不管上帝要讲啥。但是上帝当透过异梦异象主动来介入咱的生活中间。第2项，人太过挖靠家己的理性甲想法，因为理性咱无想要听人的口劝，上帝让咱出声，咱也不管。约伯记33章13到18提醒讲，你为什么指责上帝讲伊总是无回答人的申诉呢？上帝一再开嘴，但是无人留心听伊的话。暗时人伫困的时，上帝伫梦中、伫异象中讲话啊。其实上帝嘛提醒，会当对梦中、异象中让咱讲话。有当时咱自高自大，但是上帝因为着听咱的缘故，要提醒咱每一个人。第3项，拍破人原底有的概念观念。其实人的观念传统无一定完全拢是对。对上帝来看，对真理来对照，其实咱有真侪无合伫上帝旨意的物件。但是因为咱的环境，因为咱出世的背景，可能咱有家己的看法未当改变。我比如来讲，使徒行传第10章中间，彼得伊是犹太人，犹太人是无甲外邦人来往的呢。犹太人是袂当食迄无清气的物啊，但是上帝透过这异象，一块布内底包这误会拉散的犹太人看做无清气的物啊，叫彼得你爱食落。上帝看做清气的，你袂当看做误会拉散的。3遍，其实对彼得来讲，伊是正港的犹太人；对伊来讲，这外邦人应该是未得到拯救。但是对彼得3摆，上帝透过这异象给提醒，所以彼得会当了解，这外邦人会当受到上帝引带带领，得到拯救，甚至信心充满，跟因每一个拢同款。
人有一寡概念真好改变。以前咱的教会有时讲到平信徒，其实平信徒圣经也无写这三字啊。但是讲哦，平信徒，敢若信徒就是教会敬拜上帝就好啊。啊，那教会代志就忠直啊，无出去做就好。啊，有人讲平信徒就敢若平啊，倒伫遐毋免做代志。这是有人的概念。咱的教会真好啊，将这平信徒这三字摕掉，信徒就是信徒，门徒。无平信徒这三字，古早有人在讲嘛，即摆拢无啊。伫咱教会这是好的，但是咱生命中间有真侪有当奇怪的传统啊。咱是讲外教派有无？你有听人安尼讲过无？其他毋是长老会拢是外教派，其实对教会观来讲，对上帝来看，拢是教会啊，拢是主内底兄弟姊妹啊。但是咱有一个观念真恶改变啊，敢毋是咧？那就上帝透过异象异梦改变咱原底有的观念甲想法。第四项，会当做伙来往一群人讲话。耶稣的时代，古早旧约的时代，敢有手机啊？有 FB 无？有 IG 无？有电话无？有简讯无？拢无啊！上帝要往一群人讲话，要安怎样讲？透过异象甲异梦，同一个时间往每一个人来讲话。这真奇妙，敢毋是咧？这比咱的4G、5G 更较紧。上帝可能是100G 的，而且非常准。上帝往人讲话，往一群人讲话，就透过异象甲异梦，马上会当帮助人，会当了解。第二项，异象甲异梦会当带来什么款的帮助呢？有人讲啊，牧师咧讲这异象甲异梦，甲咱我性命有啥物关系无？甲教会有啥物关系无？我讲一个例，有前教会牧师甲牧师娘，为着宣教原因，要火车头附近租一个所在。啊，因要租一个所在，啊，往这厝头家吼，伊是一个医生设厝。啊，要去看厝的时，牧师娘就梦到一个梦。这个梦的中间吼，牧师娘梦到一个梦，讲伊甲牧师入去这房间内底，有一个人踩伫迄所在，挡伫遐，莫互因经过。伊就祈祷，就刷去边仔，走去楼顶。走去楼顶的时，到厝尾顶，就看到一群人伫遐洗衣裤啊。看即群人，敢若毋是人诶。活死人伫遐跳着伫行，伊讲奇怪，这是啥物状况？但是牧师娘无惊，伊讲这是敢若一个属灵的征兆。煞尾时过工早起去看迄间厝，1楼是啥？入去就有一个偶像踩伫迄所在，拄啊内底拍开真侪死人的相片，走去楼顶看，楼顶有啥物件？楼顶有一个甕仔内底放人的指甲、头毛，一寡毛啊，用咧塑胶袋啊包好好哦，佮注明这是身体倒一个部分。那你想看嘛？这是什么所在啊？哦，原来这所在1楼是卖偶像的所在，3楼厝尾顶是因念经作法的所在啊。所以才有这物件留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因就伫遐性别礼拜祈祷，拄去一个误会拉散。啊，有一个囡仔住伫迄附近，大汉了后看到这所在，哇，这哪无共款？哦，伊走阴阴暗暗，即马诚做一个光明的所在。咱想看觅咧，会做这异梦。所以确信就是对上帝要互我做这个所在有应验无？有啊！这诚做一个宣教基地，这是上帝透过异梦往人讲话。后来咧，异象甲异梦带来什么帮助？避免一寡危险啊！拄仔咱所读圣经，
马太福音第2章12节到13节，伫梦中呢，上帝指示这神上甲卖回去见父王，是指示约瑟伫梦中甲伊讲，你就起来，带你的囡仔甲你的太太逃往埃及地，吩咐讲你爱逃闪。这上帝互人避免，伊毋通拄着危险。另外一个是，过来第2项警告警戒。创世纪20章第3节有讲到，上帝阿比米勒梦中向伊讲，向伊显现啊，你该死啊！你手过来这查某囡仔是人的某啊，是阿比拉罕的某呢。这代志咱创世纪有读到，就知影，这是一个警告。创世纪31章第24节。迄天暗时啊，上帝伫拉班的梦中向伊显现，你着爱说你啊，通凊彩威胁雅各。咱知影雅各甲拉班的关系啊，拉班来使用雅各来赚真侪钱啊，但是呢，上帝要讨放雅各，互伊转去故乡，但是拉班无愿意啊。所以上帝伫梦中启示警告你袂当安尼做。第三项起造性命。历代志下卷第1章第7节到11节，你讲到上帝向所罗门来显现，伫梦中啊，上帝问讲：所罗门王，你要什么物件？上帝啊！我要有智慧聪明来治理你的百姓。其实无求其他的物件哦，但是上帝伫梦中甲伊对话，开始起造帮助伊的性命是有智慧的人。我相信有一个人梦到一寡异梦，甚至看到异象，伊的性命开始改变，属灵的性命开始改变。有人得到信心来温书，有人是性命得到改变，更较有听心，更较灵敏，更较有信心。第4项，互人有一个方向。有些梦到要带在考虑要带这玛利亚的代志。其实上帝透过天使在梦中向这约瑟来显明。伊讲毋通惊，你对约瑟来讲，还未结婚就怀孕，这玛利亚应该收掉对无？但是上帝甲提醒，伊怀孕是对信心来，要生一个囝，你爱给号名叫耶稣啊！不只是甲伊讲你爱娶，你爱号名这个囡仔叫耶稣，好伊一个方向，无照原地约瑟伊所想象的，可能就是甲收掉。过来，马太福音第2章19节到23节，犹如讲死了后，伫埃及地，主的天使伫约瑟梦中显现呢，讲起来就爱带你的囝、你的太太转去以色列地。后来，主搁伫约瑟梦中指示伊，爱伊逃闪到加利地区，到这拿撒勒这城市来徛起，这就应验上帝透过神迹所讲的。所以你有看到圣经明明有记载真侪异象甲异梦啊！你讲啊，无事我来拢无明梦到，有啊，你明梦你毋知迄是异梦啊。有人讲啊，这就一般的梦啊，其实毋是呢。上帝透过异象异梦，咱每一人讲话。第5项，得到医治，得到恢复。我讲一个例，有一个人哦，伊时常咧梦一个少女，梦到儿童时代，伊厝边头尾厝内底，这个梦境的中间，都一寡邪恶的物件，真恐怖的这情景。时常伫咧梦中梦到这个物件，伊诚做是少女了，我细汉的时是无烦无恼呢，
是真快乐呢。咱时常梦到我细汉的时阵，有一个信心就透过这梦甲启示讲，你梦到这梦，你会记得袂？你细汉的时，互你隔壁人欺负啊，有这厝边甲伊糟蹋，因为伊真着惊。但是呢，将这物件放伫无意识的无意识的内面，进入潜意识的内面，所以伊早就袂记啊。上帝透过这伊梦甲伊提醒，去祈祷，领受信息来安慰夫妻帮战，得到逃亡，得到医治。以上甲伊梦，佫有啥物帮战呢？加强咱的信心啊！咱基督徒伫这末后的世代，可能你会拄到真济困难甲考验，你会失去信心，失去愿望。但是呢，上帝会透过伊梦甲咱提醒。士师记第7章第13节到15节，讲基甸啊，基甸带以色列百姓，带300个人要攻打米甸人、甲亚玛利亚人，但是因的军队真济，伊就都哪像海边的山遮尔济，是要怎战？300几个人要对抗是无简单。但是呢，基甸到迄个所在，听见伊对伫伫边野中间有一个人梦到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，过入去边野中间呢，弄倒呢。伊是讲哇，伊讲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做梦啊？这梦中间有一寡物仔，就是上顶的物件。大麦饼代表什么意思？大麦饼因为以色列百姓过去是做田的，佫是送香的人在食物件。这大麦饼是无好食的，较送香人在食，做田人在食。所以伊当阵以色列百姓时常互米甸人抢物件，种物件种好，互人抢去啊。过了从压迫送香的日子，所以这大麦饼就代表以色列啊。以色列就伊就讲哇，伊伫对伫吼军营中间有一个人梦到这梦，甲这个其他做伙做兵的共营的人讲这个代志。伊讲吼，哎呀，这一定是以色列人约阿苏基甸的刀啊，约阿苏的囝基甸的刀啊，无别意思啊！你看连对峙都知影，这上顶做梦的意义啊。所以呢，基甸听了因所面梦到的，就快乐有信心，赢过因，接受上帝所吩咐的。上帝早就要将这米甸人的军队交伫基甸的手，交伫以色列百姓。伫这世代，我相信咱会拄到真侪困难。圣经的道理每一条都了解，但是呢，你唔知要怎样来行，甚至会沦落。行遐，但是咱恳求上帝赐出咱有一个希望甲意向，赢过这一切挑战。第7项，你去上帝所定着的。咱来看创世纪37章第5节到第7节，有一摆约瑟做一个梦，将这个梦甲伊兄哥讲，其实因就愈我怨恨伊。伊讲，我将我所做的梦甲恁讲，咱拢伫田内底伫下这麦仔，我所下这麦仔突然间徛起来，徛直直，但你所下的麦仔拢我来拍败。哇！这听到伊兄哥愈怨恨伊着，但是你也知影，这是上帝对约瑟的启示。有一天，你会成做一个宰相。后来真正创世纪42章第6节，埃及约瑟做埃及的宰相。其实伊的兄哥啊，要讨这牛食来做买卖时，就来到约瑟面前，拍败伫伊面前诶。使徒行传第9章第10节到16节，讲一个人叫
阿那尼亚做着异象，这异象中间主在甲叫，这异象不只有图，还有声音哦。甲伊讲，阿那尼亚就回应讲：主啊，我伫遮。伊讲：你爱找一个人，迄人叫扫罗，伊拄仔伫祈祷，这真奇妙呢。阿那尼亚伫祈祷，上帝甲启示；扫罗伫遐远远的所在祈祷，上帝嘛甲启示。但是呢，上帝爱叫阿那尼亚甲扫罗欢手祈祷，互伊恢复会当看见。阿那尼亚甲上帝应话，异象中间应话了。主啊，真侪人甲我讲，这个人是刣你的门徒、你的信徒的人呢。带伊到这个所在我太会当做这个代志为祈祷。上帝讲：你做你去，我拣选伊来服侍，啊，伊伫外邦君王甲以色列的中间宣扬我的名。这真奇妙！在异象中间呢，那虽然无手机啊，但是咧对话敢若手机啊，在对话中间，上帝甲启示，煞尾扫罗、保罗诚做一个外邦宣教的使徒。入去上帝所定着的，对这异象开始，对上帝领受信心来启示开始。第八项，咱来起造教会，时常旧年传牧师嘛讲，咱要定起礼拜堂，真侪人就伫遐讨论起礼拜堂是要起？用什么方法起？意见真多，你看意见真多，意见寥寥。是要起？我讲我的，你讲你的，什么人较有理？我较有经验呢，我较安怎？我较有智慧吗？真侪教会起礼拜堂起圣地拢去变起圣地，起圣地起到要死啊！去礼拜堂是大家讨论这讨论那，你要不要尊重我意见？我意见才是对的。咱来看圣经记载，历代志下上卷28章19、29、20。大卫讲，这一切拢是根据上帝亲自我指示所写出来。大卫王讲啥？圣地拿道是上帝启示我，启示了后，伊将这物件所写出来。圣殿的工程要怎样来做？伊吩咐伊的囝所罗门王要坚强壮大，唔通着惊。我所侍奉上帝要甲你伫地，这上帝应允啊！若无上帝应允，若无上帝启示，咱所相信的拢是无共款。望上帝咱出声。望信心，咱讲话，咱对上帝领受的异象甲异邦拢共款，才袂冲突啊！咱会当做共款的梦，只有对上帝信心来的梦，才是共款的。无你就照家己意思去行，敢毋是咧？嘛有人问讲，牧师啊，安尼即代，安尼这中职拢退休了换这少年的。有法度无？会当新接无？那是上帝所应允的，那亲像大卫王所讲的：“我侍奉的上帝，甲你同在。”这那是上帝要做的工程。咱透过异象异梦会当了解时，咱透过上帝启示领受的时，就唔通软弱，唔通着惊。人的智慧有限，上帝恩典是无限。来第三项，要怎样来去看、去了解异象、去查验这异象甲异邦的一寡问题，去了解。头一项，咱来去看，这来源是对叨位来？其实异象异邦，有当时是家己对家己所想象的。人讲日有所思怎样，夜有所梦。但要检验这异象甲异邦，咱必须要信心建立伫这中间。那亲像讲方言、还方言，必须要信心建立伫这中间。
你会晓讲方言，但是你袂晓反方言，就无法度了解意思啊。你做一个梦，无人甲你解释，无人甲你检验，你这个梦无意义啊。那梦以上有三个来源，头一个来源是家己所想象的，家己历史啊拍拼，比如讲要准备考试，拢无时间准备，半暝啊就考试，发现讲零分啊，这是你家己想象的，甲你的愿望无什么关系啊。第二项，魔鬼撒旦来欺骗。我看真侪青少年拢看这恐怖片哦，看到后壁吼，按下唔敢去便所，你知影？按下或者面房拢惊到要死，迄是魔鬼撒旦的搅了，甲上帝梦无关系。第三项对信心来，对上帝来，就是带来安慰、宽免、造就，毋是惊吓，毋是捆绑，互咱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。这是对上帝来。你要祈祷讲，主啊，信心啊，这是对倒位来。第三项、第二项，圣经的真理，透过圣经的真理来看，你怎样在迷茫？那亲像有人有一寡文书，有一寡困难，公务员会领在问题的中间，顺服信心，公务员。在有缘零应问题中间，就看到异象，甚至讲这个人其他人的代志。那这个代志，甲圣经是违反的、冲突的，这个代志唔免插伊。咱时常讲到，这你所梦到的梦，也是讲啊，我得到一个异象，我有一个感动，啊，这感动的内容、异象、希望，甲上帝真理、上帝真理的原则、圣经的原则。冲突的时，这种代志拢唔免猜，唔免惊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讲，全部圣经都是受到上帝信心来感动所写，对着教示真理、指责错误，拢是有利益啊。这个代志拢是对上帝话去查考、去印证。第三项。解梦是对上帝来，咱来看创世纪40章第8节。因在讨论，应该讲，阮两个人拢有梦到一个梦，这是这法老在管酒的、管食面的人在讨论啊。伊讲，阮两个拢梦到一个梦，无人会晓甲阮来解梦。约瑟甲伊讲。解梦的才能是对上帝所赐的、手赐的，请将你的梦甲我讲吧。咱知影，即摆社会这黑暗的世代哦，真侪人甲你引诱，讲我会当帮你看你的梦，用这邪术，用其他方法甲你解释。甚至有人讲去上什么班、什么班，哦，我有咧帮助，互你知影这你的梦境的中间的意义。对无毋对？有当时一寡科学啊，讲心理学会当探讨人心内底的梦，反映到伊的人生，也是讲一部分，这是无毋对。但是若透过邪术，透过其他方法，无上帝下伫上帝生的方法，绝对袂当去做。你也来到上帝身份宝座面前啊，讲上帝啊，解梦是你手赐的。请你甲我讲，我的梦是什么意思？上帝甲你讲上好啊！你可能唔免找其他人，你来到上帝身份宝座面前，求上帝来启示来帮助。不过当然有一寡人，伊特别有一寡文书，甚至上帝互去款的文书，那亲像约瑟帮助法老来解梦，但以理帮助尼布甲尼撒王来讲这异梦的意思。所以，咱有当时找这个当间，你要注意啊！你要找着属灵的当间来查验这个代志。有时就是找唔到人啊，有时分享伊的希望，甲什么人分享？甲伊兄哥来分享啊！伊兄哥气到要死，讲你敢是要统治阮啊？
约瑟将家己的梦讲互兄哥来听，只是互因搁较怨恨伊尔定。你爱找到属灵的同工做伙甲分享来祈祷。第五项，安慰劝勉造就。一个异象异梦是带来安慰劝勉造就吗？还是互你惊吓受到捆绑？若是捆绑、惊吓、痛苦、非常忧伤，你要注意，这可能毋是对上帝来啊。第四项，领受异象甲异梦的方法甲建议，咱爱大心较无信心充满的祝福，较无信心充满的祝福。拄仔咱所读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17节到18节，上帝有讲：我伫这末后的世代，我将我的神撇落去所有的人。互所有的人哦，你的囝、查某囝要讲预言，你的少年人要看到异象，你的老人会做梦。这是上帝应允的。世界末期就是即马，咱时常可能会拄到真大困难，圣经代志拢了解，别人的建议敢若拢有道理。但是只有上帝是超越时间、空间，是未来的主宰。咱是讲早知道，咱是想讲早知道就好，早知影就好。但是呢，只有上帝会大心知影。未来只有上帝知影。你要领受异象甲异梦吗？你较无信心的充满，有信心充满浇灌，信心愿意拼落来，每一个人充满伫咱的中间，咱就有啲较无心，互咱会当领受信心的开啦，互咱就看到异象异梦，会当了解上帝旨意，来宣告上帝信息。第二项，将异象甲异梦小写落来。记录落来，咱来看创世纪34章第9节到11节。约瑟做一个梦啊，伊甲伊兄哥讲了后，伊甲伊老爸老母讲，老爸讲，伊老爸甲骂啊，你是梦到什么诶？我咧全家问你拍败吗？约瑟兄哥非常怨妒，但是呢，伊老爸雅各就是一直想这个代志，一直想这个代志哦。我讲，你有当时做异梦哦，梦到啥，紧写落来。通常是做异梦，做梦就是还未醒过来进前会做梦，你知？迄拢会记得对无？还未醒过来进前，上帝将这个梦放伫你心内，这异梦你要写起来，那参像雅各放伫心内共款。有当时你念伊都袂记哦，你无写你啊，念伊都袂记。啊，看到异象异梦了，你还去问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三，唔通凊彩甲人解释别人的异梦甲异象。你拄啊接触这异象甲异梦，讲哇，你听牧师讲异象异梦，你开始别人解释哦，唔通凊彩甲人解释这异象甲异梦。甚至有人讲哦，我的观念才是对的。你这吼，这个梦一定是什么意思？你一定做什么派，甲人定罪啦。啊，你爱悔改，这个梦就叫你爱悔改，莫骄傲。唔通凊彩解释。啊是讲看到这上帝的物啊，讲一定是什么意思？唔太过骄傲啊。其实吼，梦境的中间的意义，这上帝的意思，是甲咱每一个人的文化有关系，你的出身有关系呢，你的经验拢有影响咱上帝意义无同款的。古早人结婚哦，台湾人是穿红衫对无？啊，西方的穿白衫，拢是结婚啊。迄色彩就无同款啊，较毋是咧，迄观念就无同啊，表示的意义无同，所以伫梦中所看见的，你袂当黑白来解释。第四项，
爱甲属灵的同工分享你最近的状况。可能是你的情绪顶头、身体顶头、属灵的光景拄到什么款的困难，还是你最近面对什么款的难题，你和同工分享做伙来祈祷。我举一个例，有一人梦中伊情绪，伊就梦到伊过身的这亲戚，时常走入去梦顶的中间。伫梦到啊，伊甲伊的同工分享伊所梦到的梦境，甲最近拄到的困难。伊的同工哦，听到这话来去祈祷，讲哇，其实吼，是因为你忧伤艰苦。为着别人缘故，你毋敢表现出来。你虽然真忧伤艰苦，无表现出来，无度过这忧伤痛苦的日子，迄种时间啊，这时间还未通过，你就讲啊，我无代志啊，这个别礼拜落了，其实你犹原在痛苦中间，你家己毋知影。伊同工该提醒啊，因着伫遐做伙同心祈祷，做伙祈祷求上帝帮助，后来伊的情绪。伊性命得到医治甲逃亡。上线要提醒，就是爱祈祷。你梦到一个梦，看到一个异象，你爱祈祷，问上帝啊，这对我的性命有什么意义？梦中的人、代志、甲物啊，拢代表有一寡意义。大部分异梦拢是透过人这上顶的代志、物啊。来表现一个意义。梦的长甲短毋是关键，是伊内容要甲你讲什么意思，这才是关键。那参像咱唱诗歌，迄诗歌的意义要表达出什么意义？诗歌长短毋是问题，是你歌词中间的意义啊，表现出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举一个来讲吼，你旅行的，咱有旅行的经验对无？你去旅行中间吼，你敢会走毋着便所？查甫一定走去查甫嘛，对无？是不是啊？毋出过，应该拢看过吧吼？啊，去走便所的时候，你看，这查某应该是画一个裙嘛，毋是看英文哦，你可能去个是其他的语言，你看无的啊。咱袂走毋着所在，为什么？啊，就看裙，你是查某的嘛。啊，这查甫的嘛，看就知影，这上顶的意义啊。我讲，只有信心，只有上帝知影，这所有的意义对理解人有什么意思？你上帝信心内面所看到，要表达出意义，只有上帝上界清楚了解。求信心帮助咱。会当了解伊上中上顶的意义，互咱入去上帝旨意内面，咱就会来同心祈祷。听阮的特别上帝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少年教会设教110周年，愿上帝你永远出声，互阮领受上帝来开力，互阮有上帝信心来开力，互阮会当。领受你的旨意，行伫上帝心意中间，无论的无条件，以主你必定甲阮同在，甲阮伫地。祝阮同心祈祷，伫你面前，来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咱接下来要来用圣诗289首。咱人哪行天路，咱人哪行天路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Amen.
坐，咱就是备办心来奉献。好。为将车起立，来感谢祈祷。神啊，主，阮感谢你伫释教101周年的时阵，透过四牧师对阮来讲话，接续就是咱的代志。今仔嘛，则个平牧师搁一遍对阮来讲话，互阮的性命会当对准着上帝你互相连教会以上，互阮有限的人生会当写相连未来历史。求主你亲自来带领，阮今仔不只喊做献上阮淡薄的金钱，阮要献上阮的财情，阮的一生伫你面前，愿主你来感纳。阮来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报告。本周特别事工是由牧师将带领23个家庭，共有72个前往龙潭渴望园区去举办亲子营会。预备本主日下午5点倒转来教会愿主祝福伊。有一个释教101周年净坛的活动伫这个所在4月29拜六9点加下晡的3点，早时8点40分本馆1楼要报道，然后按照这个上车，请9点准时要出发。
这中间咱报名费要200块，含本会会友甲本主日一指，请咱会当赶紧未报名的人赶紧去报名，因为页数有限吼，请大家把握这机会。就说吴伯忠讲义所委员会一消息，一专题演讲，量子纠缠吼，哲学、科学与信仰。张庆随教授伫4月20日主日，伊共阮伫这16礼拜堂第3场礼拜后，咱用一前餐了，12点30敬拜了，咱就开始要来做专讲嘛会当吸引个，然后咱每一个各团体的客友，拢直接甲咱团体会长来报名，毋通重复报名吼，当透过报名了，甲负责罗庆田干事来登记，甲4月25日起，甲4月25日起，一补充报告。本会会友蔡秀琴姊妹伫4月13安孝主怀，定伫5月初1早时10点30分，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荣厅4楼至美1厅举行个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二，林丽珍姊妹就是电惠美长老灵的查某囝，伫4月12安孝主怀，定伫4月28拜5下晡1点30分，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荣厅1楼至真3厅举行个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接续请牧师来牧养代祷。这是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摆来到阮的中间做伙礼拜来宾。对日本东京都港区石原合资姐妹，嘉伟，欢迎咱们做伙来敬拜上帝。稍等礼拜煞了后，请到咱的贵宾室，互咱来甲你交代介绍教会。这是咱来做牧养的代祷，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将阮的天父上帝，阮这时要特别为着野子团契出外到伫其他所在，愿上帝信心引带带领，互阮去甲转来拢平平安安。嘛为着教会的儿童亲子营到伫渴望同的所在，愿上帝信心引带帮助每一个家长甲儿童，伫迄营会中间领受上帝来稳定教示。嘛帮助咱兄弟姊妹中间有失丧的，有家庭拄着困难的，上帝你亲自安慰夫妻帮助，嘛透过其他教会会友代祷关心探访，互灵命得到恢复，性命得到帮助。祝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咱是奉靠信主名上帝的名求，阿门。咱这时要起来唱祝福诗歌513首，唱诗歌完，咱要来祝祷，请会众起立。Oh
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，上帝人民听叹，信心因传带领，直到主你过来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到社温共受切恳。